來關心前總統陳水扁的查囝陳幸妤離婚的風波。早起，陳幸妤是正常上班，伊講趙建明的媽媽前一天傳簡訊給前總統陳水扁，澄清趙建明甲厝說服護理師這件代誌。講趙建明診所的樓頂是說服診所的護理師、甲護理師的小弟、甲護理師的翁婿三個人做伙住。不過，陳幸妤對這款的講法保持懷疑，講怪怪。另外，陳幸妤講，伊日前帶爸爸陳水扁到趙建明的診所看診，但是診所的人員態度冷淡，讓伊是真心酸。趙媽跟我這樣澄清說我不知道細節，我亂講。我是覺得聽起來有點怪怪的啦。她弟弟的同學，跟她老公是同年嗎？為什麼又變她弟弟的同學？從第一曾經陳幸妤今日早起正常到診所上班。風聲講趙建明的老母簡水綿前一天親身傳消息給前總統陳水扁，背回趙建明將厝說服護理師的代誌。昨天趙媽就輾轉透過人跟我澄清說，住樓上是跟她現在的老公跟一起住的，她老公是她弟弟的同學，所以是他們三個住在樓上。然後她弟弟的同學竟然是變成她老公，她當然是幫兒子講話，哪個媽媽不幫兒子講話？兩人分別的風波拖扯到大，趙建明攏極點點，是由老母出面處理，是講陳幸妤敢若攏無啥物接受。怎麼開不起來啦？你們不要再弄啦！自2006年，簡水綿因為牽涉大開內線交易案，過來敗筆約談。後生趙建明出獄後，已成立生技公司，負責醫療產品的銷售加藥品的進口，講是要拓展醫療版圖。過來擺徛在後生的身軀邊，也讓陳幸妤對這個碎嘴講法有所質疑。教育基金，除非小孩告爸爸侵占嘛，那也不可能搞到這樣子嘛。那囡仔的教育基金，陳幸妤也講到，進前帶老爸陳水扁去趙建明的診所互看，驗過診所的人員態度真歹。從門口到裡面，我好像踏錯別人的地盤啊。那一次去的感受很不好，我就走了啊，就沒一個人跟我招呼啊。那時候是我爸說想要去，然後我就帶我爸去，一度被等啊，都沒人理我們，然後我們兩個人就傻傻站在那裡。陳幸妤面對鏡頭透露伊的心聲，也把這兩口子的恩怨攏壓出來。